Go go go！大家好啊，歡迎翻到嚟曼聯花生台，繼續有我水哥喺度講波。好啦，咁啊，真係想象唔到啊，卡域克嘅開局嘅第一場呢，夢幻得咁緊要。嗱，好老實咧，同大家講，其實今場咧賽前，絕大部分人咧，包括我自己，好似早兩日嘅比賽前瞻片咧都講咗啦，大家都知道咧，曼聯今場好有可能咧就打比較防反嘅波。而賽前我有想象過咧，守足全場，但最後咧要輸，或者守足全場咧勉強咧打和到。甚至有想象埋啦，守足全場咧，然後咧靠咗一個零星嘅反擊咧，先至險勝。但真係咧就冇想象過，實際場面咧佢係尋晚場波啦。曼聯咧完全咧控制住大局啦，兩粒咧已經算贏少咗啦。喂，數下，老馬咧一開波咧就中柱啦，然後咧有足3球係吹翻越位咧入咗嘅波。尤其咧最後咧保時咧嗰下咧估下咧越遠唔越咧，其實咧就差唔多咧就係睇無級。有啲咧夾硬吹翻轉頭嘅，而仲有保時啦，仲有唔好漏埋阿麥咧個人咧殺入去，用盡力咧篤射咧中柱嗰球，仲有卡斯美路臨門咧補射，如果嗰下咧唔係俾當拿龍馬隻腳擋到咧，又係入咗先噶啦。仲有安保姆咧入波之前都仲有一下咧係接般奴傳後柱咧近射。嗱，今場啦，曼聯入波嘅機會咧多到咧就數唔晒，咁我都唔太記得咧仲有冇數漏啦。而曼城咧，喂前前後後，我真係咧睇翻晒我 drop 低咗嘅嘢啦，由頭睇到尾啦。嗱，曼城啲攻門去咗邊度咧？啲人去晒邊度咧？喂，夏蘭特唔係好威嘅咩？神射手波唔係排第一啊，入20球嘅咩？今場其實佢有冇落到場㗎？仲有紐波王道古又去咗邊度咧？嗱，連埋啦。唔揀我哋咧，就揀咗去曼城嘅斯曼游，又有邊一腳咧真係好大威脅呢？嗱，真係睇翻晒賽後數據啦，曼城咧全場係真係得咧一次中籠嘅啫，而嗰一次咧我諗咧應該咧就係角球二傳一頂去近柱位，俾大樂治咧同埋拉文斯咧一齊救嗰下，然後啦就真係冇啦。真係冇乜邊一腳咧係真係中到我哋籠嘅，咁啊真係我可以話啦，今場係一場咧教科書式點樣咧就用防反戰術技術性咧徹底 KO 咧打殘曼城嘅一場比賽係好嘢嘅，而千祈咧就唔好誤會啊，講防反呢兩個字就唔係咧話消極。今場曼聯咧一啲都唔係消極啊，防反之餘啦，仲有咧睇準機會去逼，唔係咧一味縮嘅，而防守時嘅效率之高咧，同埋陣營個完整度，守到咧曼城咧近乎滴水不漏。然後一有 transition 嘅時候咧，就餓狼咁樣向前衝，安保姆入嗰次快攻咧，真係咧就好似咧睇翻10幾年前 C 朗咧同埋朗尼咧嗰啲反擊速度咁，真係咧睇到超興奮。其實咧尋晚睇完場波咧都唔係好瞓得着，咁啊係啦，以下落嚟啦就會分2 part 去講防反，我會咧先講咧曼聯點樣防先，然後咧就再講咧曼聯點樣反，喺今場咧點樣贏曼城嘅。嗱，順便呢度提埋大家成日睇片嘅咧，如果咧你仲未 subscribe 我 channel 嘅話咧，記得咧撳埋畫面下方個黑色嗰個訂閱掣啦，因為咧有成超過一半睇片嘅朋友咧未訂閱㗎咁啊記得撳埋去，有新片嘅時候咧就會有通知，同埋喺首頁咧就會見到啦。好啦，咁啊，今場波咧就唔使拗噶啦，就係呢一場咧防反戰術嚟完勝曼城嘅波，係一場咧可以話咧幾完美嘅一次防反嚟。嗱，先講咧就係當然咧就係講咧曼聯點樣防好先。咁啊，由正選陣容去睇啦。嗱，4-2-3-1，球員咧打翻自己擅長嘅位，所以咧打閘。老馬咧傷好冇耐都照正選掛帥，而利馬我要同佢道歉先嘅。嗱，賽前咧本身咧都話咧利馬呢手夏蘭特咧就未必咁好，但事實上咧睇完呢場波咧，大家都知道咩事啦，簡直咧就係掂啊！咁啊，至於中場方面啦，美奴咧終於嚟到咧今季英超第22輪，終於咧都喺卡域克帶隊之下喺聯賽咧就今季首次正選上陣。咁啊搭住卡斯啦，而般奴咧當然咧都係升埋上去攻中。再前場咧就阿麥咧同埋安保姆翻晒嚟，連埋咧多古咧就打左翼。嗱，其實咧成套陣嚟講啦，前場咧用安保姆打箭頭，最初睇到正選陣嘅時候咧，我係幾意外嘅，但睇落咧計翻咧係有啲心思。因為咧卡域克咧今場咧名牌咧就係4-2-3-1陣，但實際咧其實大家有睇波都一定睇到㗎啦，好清楚咧防守結構咧就係4-4-2企位嚟。咁我見咧就呢套企法啦，尤其咧守曼城兩側係特別成功嘅。嗱，賽前都有講到㗎啦，曼城嘅兩翼咧睇牌面咧真係咧就幾恐怖，左邊多古啦，右邊斯曼游，而卡域克咧安排咧今場點守咧就係4-4-2陣式。咁講右閘呢邊咧即係守道古嗰度先，嗱明顯咧就係大樂治同埋阿麥咧防守呼應。
大陸字咧上去貼身嘅時候咧，阿密咧就會收翻入嚟咧，保護翻切入中路嘅位置。而如果冇其他曼城嘅球員攝入嚟嘅話咧，阿密咧就可以上翻去夾擊多股。咁連埋4-4-2嘅企位，靠右呢邊安保姆咧都會鬥埋落嚟，所以咧邊度防守就係右邊為例嚇。我哋咧就係由大陸字啦，仲有阿密連埋安保姆咧，再連埋咧隨時過嚟協防嘅卡斯咧嚟守，係有團到重兵咧嚟守咧道股。而守左邊啦，即係守斯曼尤嗰邊咧，亦都係一樣，成日都見多股咧收翻入去靠中啲咧，幫翻蘇爾守翻住咧切入中路嘅位。所以係啦，點解擺4-4-2咧？我自己睇咧就係因為要平衡晒兩側都要有咧同樣足夠人數去協防，要兩邊咧都係平均人數咁去，所以咧就唔係咧擺單前啦，而係咧4-4-2兩前，般奴咧同埋安保姆平排咁企去做翻個平衡。而其實係啦，曼聯咧今次咧呢個4-4-2啦收縮防守陣營啦，本身咧就收得好緊密嘅，再加埋咧重點夾實兩邊翼係守得啦好好。成場嚟睇啦，冇咩點樣失過位，而同時其實咧又講翻下，睇到咧上半場尾段啦，我本身咧就有啲擔心咧，究竟體力咁防守法咁樣反擊法，兩邊嘅翼啦，再加埋般奴同埋安保姆咧，都係咁大幅度協防，防完咧又要即時再快攻反擊，斷纜嘅話咧又要再即時翻後，咁啊真係驚咧，去到下半場咧會唔會唔夠氣？但好在成場咧都仲維持到好高效嘅攻守切換，咁啊真係咧要俾足掌聲嘅。而另外咧，關於防守咧，仲有想講嘅係咧，都唔係一味縮嘅。嗱，片頭都話唔係消極啦。曼聯咧係有睇準位啦，逼嘅次數咧都唔算太少嘅。重點咧就係大家咧就盡量咧保持咧意識要一致先，一逼咧就一齊逼，唔好白白咧浪費體力。其實咧睇緊嗰陣咧都見咧大家咧有睇般奴手勢噶啦，要上去逼嘅時候咧就一齊逼咧先至有用。而其中有一次係逼到洛迪咧回後失誤嗰下咧，其實咧都好有機會。呢下咧就係前場睇準咧壓翻上去時嘅功效，但可惜咧嗰下安保姆咧未接波之前就俾咧曼城解翻圍。係啦，咁啊守嘅時候啦收縮得好，再加咧邊度重點協防，同埋咧睇準上去一齊逼，逼唔到咧又快速咧收縮翻。曼聯嘅今場咧防守咧就係打得非常咁好嘅整體出嚟，難得地咧今季少數嘅再一場零封啦，而且咧就係零封曼城，仲要係封到咧曼城咧僅得一次中籠射門添。咁見到最後哥迪奧拿冇計到咧，用埋件新仔咧換走夏蘭特，就大概咧就係冇計到咧無計可施噶啦，諗住咧搏下彩，就知道咧曼聯今場咧真係守得好強啦，咁啊真心咧好抵讚。嗱，其實哥迪奧拿點解要買埋斯曼尤呢？就係因為知道啲球隊咧打佢哋嘅時候咧就會縮，而有齊道古同埋斯曼尤啦 ，suppose 咧喺晒兩邊就係想用晒佢哋個人能力咧去硬破一啲咧做深度防守嘅球隊。但今場曼聯咧就冇俾佢哋破到啦，而且仲守到佢哋咧全部人一動都冇添。而如果真係要揾啲嘢嚟挑剔嘅話咧，我諗落腳嗰度咧真係咧就要小心翻啲啦。嗱，其實曼聯好早咧兩集都拎晒黃牌，大洛子咧就中道古嗰下咧問心更加咧就係50-50，或者有機會俾直紅嘅添，好可能咧就係一線之差，場波嘅場面咧就會唔同晒。係啦，我諗啦就係今場啦呢度啦就係防守上嘅唯一嘅沙石咧，就係太早咧拎黃牌係有咧少少危險，好咗咧就仲control到，仲係冇問題嘅。係啦，咁啊講完防嗰方面啦，之後再講到咧防反之中嘅反啦。嗱，咁曼聯嘅反擊今場又點安排呢？其實咧就簡單得多嘅，簡單講咧就係俾翻每個人啦去做翻佢哋最擅長嘅事。咁啊曼聯本身對波嘅人腳咧，本身反擊咧就係有料到。嗱，般奴咧打翻攻中，佢俾啲波咧就唔使講啦，出翻美奴嘅最大功能咧就係中場控波能力咧就增強咗好多。下半場咧有一次咧就係卡斯啦、般奴再加美奴咧幾個一齊咧就喺曼城前場度猜添，係小範圍度咧連猜咗6-7腳添。而多股就係衝刺力強啦，阿密咧就係1對1強，咁啊連埋安保姆啦做反擊嘅最前點。其實咧就真係每個人咧打翻自己最擅長嘅位嚟，做翻最擅長嘅事，啲反擊咧就已經出晒嚟噶啦。而又咁講下，其實睇緊嗰陣咧有啲反擊波，有時咧我都覺得咧距離係咪有啲太長呢？都會容易咧交失或者失誤咗咧，又俾翻對手咧反擊翻轉頭。但好在可能咧曼城今場防線咧就實在太殘嘅關係啦，佢哋嘅防守咧就真係弱嘅，咁啊基本上咧好多身後波或者大轉線打得出嚟，而又冇越位嘅話咧，尤其阿密嗰邊咧拎親波咧直頭好大威脅添，反擊咧就真係打得直接啦、快速高效，尤其第一球啦入嘅咧就好似頭先話齋，好似睇緊 C 朗同埋朗尼咁嗰陣添啊！般奴俾得靚啦，亦要安保姆咧走位走得堅決，而且咧把得咁好咧先會咁清脆。
而第二球咧入波就嗰下咧就估下咧最大功勞嘅。老實講，嗰個位咧睇緊嗰陣就唔預佢咧出到，又俾佢出到個唔錯嘅波喎。咁多估咧有啲時來運到，就係嗰個位咧湧埋上前咧就湧入埋啦。係啦，今場呢反擊波啦係好有咧傳統曼聯嗰隻味，睇得咧就非常過癮嘅。而今場少少遺憾地係冇趁機咧數翻次曼城啊。其實 suppose 咧一定咧就可以咧入更多嘅，數3-4粒咧甚至更多都唔出奇添。咁呢句話以前咧講曼市打比咧就講曼城咧可能數我哋咧就講得多，今次咧終於風水輪流轉啦。講翻咧到我哋呢今場有能力係可以數曼城，最後咧賽果2-0，係唔足以咧反映咧曼聯今場以防反咧完全掌控實際場面嘅賽果啊！好啦，咁到最後講埋個別球員啦。嗱，其實老土啲講啦，成隊咧都最佳球員噶啦。喂，近年啦，贏曼城咧唔係未試過嘅，對上幾任都係贏過，甚至啲決賽咧都贏過曼城添。但今場贏得咁徹底、咁技術性擊倒咧，形勢上咁大分野地贏咧，近年又好似真係冇喎。喺今場咧贏得最漂亮嘅一次，所以就成隊都最佳噶啦。而阿麥啦，嗱，其實我覺得咧佢今場咧發揮得咧非常出色，冇波入就唔夠運嘅，但佢 one on one 啲 take ons 啦，真係咧就好強，係反擊咧超重要嘅一點。而多估下，喂就身體質素咧爆燈喎，去到咧補時啦，仲見佢咧去埋右邊咧都仲爆緊喎，咁啊真心咧黐線，體能咧身體質素咧 S 級啊！而仲有咧好多可以讚下，包括咧美奴喺中場咧手轉攻，中場 hold 波嘅重要位嚟。咁當然啦，班奴俾埋最後直線咧就係最直觀嘅靚波俾出嚟，但班奴接之前啦都要美奴咧卡斯呢啲手轉攻咧轉到出嚟先。所以咧其實咧就大家都好大功勞嘅。咁至於防線4人就冇咩好講啦，係咪？元豐曼城簡直咧就係超掂。係啦，咁今場咧太多嘢就可以讚啦，都留翻啲俾大家留言去讚啦，否則咧我講成個鐘都講唔完啦。而最後咧就都提翻少少啦，就係今場波咧係開心嘅，但始終咧都係一場啫。而曼聯本身打到防反波咧，其實大家咧亦都知道，下場咧對阿仙奴就係另一個大考驗嚟。仲有咧再之後啦，打翻啲下游啲嘅球隊，要翻曼聯多啲做主攻，到時咧先可以更全面評估到究竟卡域克卡 Sir 今季咧可能咧最後會帶到我哋去乜嘢位啦。係啦，今次曼市打比賽後點評，就講住咁多先啦。想支持我嘅話，記得加入 Patreon 做會員，或者出翻呢條 YouTube 會員都得嘅，感謝支持先。好，我哋下條片再見。